收到了佐藤大爷给的新年压岁钱，还挺感慨万分的。一大早上起来，村里都下白了，马上进入过年倒计时了。漂泊在外的你们，今年都回家过年吗？有人说努力了一年，不就是为了回家这几天吗？晚上快9点了，佐藤大爷突然敲门，带了一瓶香槟，手里还拎了一兜零食。我接过零食，他又从兜里掏出一个绿信封，连香槟一起放在了桌子上。大爷说提前祝福我们过年好，怕我过几天匆匆回去，来不及过来看我了。最后他说，请带上我的祝福，早去早回吧。佐藤大爷的温暖藏在每一个细节里，就是对我重要的日子，对他也一样重要。他总是认认真真的在感受我的感受。佐藤大爷走以后，我突然发现信封里还有这么一张。我好像很多年都没有收到过压岁钱了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定义为长大了。看到之后，我立马给大姨发了信息，他的回信却是开玩笑的说，如果能更多会更好。这是他和大姨夫对我的一点心意。如果这个红包给我带来了负担，请见谅。希望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永远如从前一样。佐藤大爷真的是每一天都在用温暖和呵护告诉我，我一直被爱。同时也祝福大家一如少年，看更大的世界，找寻更多的可能。加油，兄弟们！